遐花莲玉里有一个妇人人，伊咧行路较无方便，伊也甲厝内人讲要出去散步，毋过到中昼呢，拢无看到人，因翁婿真烦恼，怎报警察？遐警察伫咧暗时离因家10公里远的山区找到这个妇人人，伊是真喜乐，也甲伊送病院。遐这个妇人人哦，到底是安怎行10公里遐尼远？警察要过来了解。 我们要回家喽！暗时啊，搜救人员真细致，甲这稀流的妇人人送上救护车，因为已经失踪几点钟啊。花莲玉里这60多岁、行动无啥方便的妇人人，进前甲厝内底人讲要出门散步，中途却是无转去厝的。翁婿烦恼发生意外，赶紧报警察。警方调查发现妇人人往山边的溪仔边行，伫警民的赖群组内底，请部落的民众到庭找人。道长就成立这个。 在赖里面群组里面，就是叫我们那个部落人全部下去分工合作去找，还包括我们3级也参加去协寻。他就2点多就走失了。我从1里回来，差不多5点半，看到圈圈我就过去到河边那边，一直往河里，一直往上面那个产业道路。 搜救人员沿河边、山边详细伫找，一直到暗时6点半，搜救人员伫山区发现妇人人倒伫土骹，离徛过大约10公里，身体看起来真虚弱，规身躯也真侪所在刺伤，有时赶紧送病院救治。顺利寻获高姓妇女，并随即送往1里农民医院救治。所幸妇人只有头部及膝盖挫伤，意识清楚。 刚才妇人人救治了后，无啥要紧，因为妇人人健康状况无好，民众对着妇人人安怎过河一直行，又去行遮远，也一直议论想袂通，警方也来进行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